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负陪伴你，我心爱你到未来。爱你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啊！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，你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的期待。邱美经过病院的治疗甲照顾，精神状况已经恢复了真多啊。你看，你手酸洗，我酸爱冷冰冰，唔通去刮着哦。咦！有啊，多谢你。你讲你要带我来看戏，要带我来北海道佚佗，你真是带我来啊！我真欢喜的呢。姐，你来哦！你见你，有水无？老细啊呢？好啦，莫耍啦，走啊！我听要耍啊！我夜里看戏哦，我看到足侪过去的代志，想到足侪人的。我想到较早咱对妈妈伫个歌舞团走唱的日子，遐个代志敢若昨才发生的共款呢。我记得迄个时阵，咱日子过了真艰苦，四界走唱，有当时啊，食饭拢有问题。了毋过即马想起来，我煞感觉真温馨，因为你甲妈妈的陪伴，我感觉家己心情好。我嘛是呢。啊对啦，我甲你带我食的甲用的物件来，都有。这花哦，甲相片，小芬为日本寄来的啦。小芬。这你看，顶边你摕相片互我看的时阵，伊穿这领裙，才到脚头夫，即摆变迷你裙啊！小芬真优秀哦，伊才头仔真好，甲小玲嘛斗阵仔真好，亲像咱细汉的时阵。这，多谢你甲小芬教得遐好。小芬即马安尼，你足欢喜的哈？我真欢喜的啊！我甲你洗头。好。姐，啊你逐工来看我，会去影响到你公司甲厝内的代志无？哪会啦？公司有文化咧管理，厝内底也无啥需要我啊。我若是无来看你哦，逐工伫咧厝内底，我会足无聊的。姐，你哪毋甲文化结婚？阮两个人拢知影家己心肝内对对方的爱意，哪有差迄张结婚证书？即摆安尼嘛真好啊！姐，你应甲文化结婚啦，要若无，你就变老姑婆哦。好啦，莫讲这啦。你看，你家己介水哦。
气色真好。那有白头鬃。你莫紧张，我甲你办。这，我敢会死伫个遮，永远拢袂当出去。其实，爱我留伫个遮一世人，我也无啥物好怨叹的。无听到，这是天公伯爷对我的处罚。啊，毋过我阁有一个心愿，还未完成。就是我想要看到小芬穿新娘衫，看到一个足爱伊的人牵伊的手，行入结婚礼堂，过了一世人幸福美满。会啦，小芬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一定会找到一个真心爱伊的查甫人。你免烦恼啦。啊，你袂用自己讲哦，关伫这个房间内底，我带你出去行行的，好无？好啊，啊，莫哭啊！好，我去送轮椅，等我。天气足好诶，这，遐个人甲我同款，足可怜的，往乖伫个遮。毋过我都甲家己的亲人生活做伙，甚至有诶连面都无法度见着。这，我无起笑。是安怎大家拢认为我起笑啊？我无起笑对无？其实，伫疗养院的人也无全是笑的，因为有的只是因为想要逃避现实，只是失去理智，才会互人怪伫遮。是，我昨梦到妈妈，伊一直对我笑。我阁梦到钢筋蛇，伊要跳海进前，一直对我下手，好亲像是要甲我讲，来啊，你来啊，这，我惊我是活袂久啊。你莫有白想啦，即摆医学遮尔进步。有啥白袂用的伫？其实我毋惊死，怀孕活了真久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是你甲小芬的力量支持我活落去的。人一日，我早就结束我家己的生命。你搁讲？你毋是讲你要等咧看小芬结婚，你要等咧看小芬找到一个伊真心爱的查某人？你爽吗？你在想有咧？我只要来先甲你添尿衫吼，你等我一下哦。
姐，唔通我斗。老大，老朋友，哎，明白，孙姐，大家拢来啊！哎，这几年来啊，我的公司教学手友，教我竞赛文化，阮两个老的啊，都真放心啦。所以，我就定定两个老的小带去世界各地去佚佗，一个出门就几多个月，啊，这款日子啊，几多年啊。所以也无时间去公司看看咧，大家辛苦。其实北川哦是足想念恁大家的。啊，我来接电话哈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喂，啊，秋玉啊，什么时阵会转来？啥？秋碧失踪啊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秋玉，你是毋是拢做过啊？无伫疗养院是无？是啊。我带伊出去行行的，后来我替伊入来摕衫，结果我找无伊啊啦。只有遐尼济护士，门口敢有搁有警卫啊？秋碧哪有可能就安尼走去啊？我拄仔听警卫讲啊，已经报警了，无得靠警察啊，来找到秋美。啊，秋雨叫规个遮尔多，拢无啥物无正常的行为做。我想，伊应该无可能家己一人逃走遮着。迄歹讲。把秋月这起吼，安尼贼头贼脑，哦，翻起翻倒，哎，这段时间呢，伊拢做甲拢无事啊咧。哎，咱过一段时间了，咱就袂去提防伊啊，利用这个时阵选去。应该是袂咧。这几年我甲伊开讲，我会当感觉伊的心内真平静，而且伊已经一无所有啊，伊阁会当做啥物？陈当司长，经过阮的调查甲搜查。林秋美确实无伫疗养院内面，阮嘛调疗养院内面的录影大看，有重大发现。妈，你先转转去者。等下，家庭。你看迄个人，好真就是。是金砖，钢金砖。确实有事。我应该确定是金砖无唔对。也不过，钢筋蛇跳海大家拢看到，敢讲伊无死？绝对无可能咧，咱拢有看到啊！迄小狗拢安尼压来压去，下面阁有安足侪眼少的。迄普通人怎么都无命？伊哪有知道活到今啊？真正是好厉害的救命怪鸟啊！恁既然确定伊的身份，来来，我来向长院通报，将钢筋砖找出来。来来，我先来走。多谢。钢筋砖是安怎要倒来找秋美？秋美即摆啥物拢无啊，伊嘛无可能为秋美遐得着啥物好处，而且伊安尼倒来，毋是爱冒真大的风险。我了解金泉这个人，是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的人。伊去秋美带走，一定是为着要报仇。报仇？卡水咧钢筋砖想着钱，伊即摆应该敲电话过来。
啊，不过伊无安尼做，就代表伊是为着私人恩怨。我在想，即届伊一定袂放手米线。唔若袂放手米线，手米拄着钢筋纸，绝对死路一条。已经经过这么多年啊，这个金纸，谁人到即摆还阁想袂开咧？不管安怎讲，咱即摆要紧找到金纸甲手米，莫让金纸搁做恶代志。我若死，徛伫你面头前，这个人就是鬼。尤其你这个罪大恶极的人若无死，哪会当轮到我？3年前我步落海，大家以为我死啊，迄摆我嘛就是我稳死的。迄天我伫海上漂流，当当我目睭紧开时阵，天已经暗啊。 我嘛随着海涌，带我漂一晚，一晚以后，我就找机会逃脱出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失意，我破灭，我勉强活到今仔日。你敢知影？我是安怎我都勉强活到今仔日？是因为你答应的。 是为着我心肝头一口冤鬼，而你就是支持我活落去的原动力。林秋美，是你害我今麦变到啥物拢无，是你害我一定放弃财困，是你害我变做一通一关，永远无足记啦。你莫找我，你莫找我。你今麦是要安怎？你阁想要起啥？ 我跟你讲，你有才调骗警方，你无才调骗我，尤其骗人是你的专长。我嘛知影，你叫做起笑、美丽小朋友，目的就是为着要闪骗你的刑事责任。既然法律无你的法，我就要用我家己的方法，为你付出代价。 是病啊！我这边刀卡嘛斩毁啊！我嘛知影，我变偌久，我都会离开世间。但是，就算爱我死，我嘛爱你陪我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 若是要走，目屎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就算爱我死，我嘛爱你陪我。我袂当互你这样这样好我。金小姐。 我拜托你帮我说好不好？我叫我关伫小病院10年，我已经失去自由啊！我嘛因为安尼，我厝内人，还讲我的查某囝分开10年，感觉遐无够心。你所做的歹代志，敢讲关10年都有够啊？就算叫关100年、1000年，嘛无都不要互你加害过的人啊！你知无？
无即嘛，因为我惊死人。小姐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害我，我是袂要紧，不过我袂放心我的查某囝小芬，我阁想要看伊结婚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求你帮我说。你别拜托我！你拜托到底讲？到底讲要人愿意，你继续传开，算你福气。金小姐，我已经想着报应啊！你现在怎么要安尼骗我？罪无可赦！喂，陈公馆，请问你要找啥？我找周彩云。阿春，找啥？头家娘是找你的啦，听这个声音，感觉足熟悉呢。哦，我来。喂，我周彩云，请问你倒一位？喂，请问你倒一位？你讲话啊？彩云，是我。是你。这么多年无看的啊，无怪你连我的声听不出来。金总，难得你还记得我的名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可见你的脑海内也有我的存在。金总，你即马人伫倒位？是安怎你要甲秋美带走？这么多年来，你到底是秘喺倒位哈？这几年来，我虽然无死，但是我过的是有魂无体的日子，会当讲是比较较不如。本来我就想讲，就安尼了解家己，但是我想想咧，我真唔甘愿，所以我决定要倒来找秋美算账。金总，不管秋美做唔到啥代志，天公伯也会处罚伊啊。搁再讲，伊向乖伫个小病院已经10年啊，伊所受的苦嘛已经有够啊，你都莫搁恨伊啊，好无？假使每一个杀人放火的歹人，拢会当假做社会来相骗责任，啊那呢？这个世界敢有天理？彩云，我搁活也无偌久啊。假使我唔像你的温文婉婉，若要做一个解决，我会死亡冤客。金总，你千万唔通。彩云，敢讲你袂记得啊？几啊年前伫遐边啊，我红笔到走投无路时阵，我要真找问你。假使若有来世，你敢愿意救我？迄个时阵你无应我，但是今仔日，我要搁一摆问你。假使若有来世，你敢愿意把我结为阿某？彩云，请你甲我讲，我咧等你回答。我无想要勉强你，但是我要听实话。假使你要是无就答应，那安尼这通电话讲煞了后，我就结束我家己的性命。我这世人绝对袂过来搅扰你。金总，你千万袂用安尼做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讲啊，假使若有来世，你是毋是愿意和我做伙？彩云，你讲，你紧回答我，你紧讲啊！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彩云，你讲，你紧回答我，你紧讲啊！这10多年来，我所等的，
就是要等你这句话回答我。你紧讲，你紧讲。喂，喂，林小姐啊，我是秋玉，我拜托你，唔通搁冲落去啊！你放过秋美好无？秋玉，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这10多年来，秋美安怎欺负你，安怎骗你，是你连你老爸和你的查某囝都要放去。以后一心一直在维护伊，我是真佩服你。你想要和秋美见面？好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阮这摆伫要实体的半山腰，假使伫咧2点钟内，你看会好来救伊，安尼伊就有活命的机会。是不是个山内？迄所在遮尔大，我要安怎找？我即摆敲电话所在，边仔有一个真大停车场，我甲秋美，就一个停车场无红的所在，1点1番灯。一北到南，12对12，太阳对月亮。我已经讲甲有够清楚啊！恁2人是有当见面，就要等天公伯安排啊。金座安怎讲？伊予我2点钟的时间，赶去实际的山内。伊讲迄个所在是1点1番灯，一批到南洋。12对12，日头对月亮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是我常常去的所在，庙。庙？啊对，是庙。阿姨，咱即马紧来找因啦。好，阿你等我来传一个吼。阿春，你千万袂用报警。嘛袂用甲任何人讲，因为我想要家己去考卷金纸，知无？我知。真正是哦，老的老无定啦。队长啊，你这高尔夫愈拍愈好哦。哎，无啦，我是阿达你较好尔啦。阿达你较好，敢会？你逐场拢赢阮呢？免费啊！你莫心神议长，伊即摆是逐工拢走去练球，咱搁拍10年嘛拍袂赢伊。阿春啊，谁那无看到秋友甲彩云啊？头家娘甲秋小姐因啥物？你讲啊？头家娘交代有袂用讲。谁那？紧讲。是，啊着甘金座敲电话来讲，秋月小姐伫伊的手头，所以头家娘甲秋月小姐就出去找因啊。秋月甲我讲，伊要去倒位？我嘛毋知呢。明白。队长，紧敲电话报警。起来，别聊电视啊！有听到无？啊？警察姐，我拜托你莫搁接我，我真是袂堪的。安尼你就袂堪去。啊那呢？以前遐互你接半过的人呢？你明安怎哈？啊？拄则啊，我已经蔡文通个电话啊，所有一切我拢讲清楚啊。今嘛，我已经无为人代志，咱好全的，通我来去啊。要去倒位？要去倒位？你敢会唔知？宝贝，你就18站地噶。
严彩娟，安娜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委员要交代？严彩娟，拜托你，我小一支兄，我有话想要甲土地公伯讲。你是毋是想要求土地公伯原谅你？我甲你讲，无路用，你罪过太深。搁再讲，神仙难救无命客。拜托你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，好不？我拜托你。多谢你。我进来。拜托你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我一定要想办法逃走，要若无，我真是会死伫个遮，那呢我就见袂到小芬啊。小美，金抓姐啊！做唔对的代志，上重要的是，知影唔对，会当改，永远莫搁再犯同款的错误。这个相信你，只要你坚持落去，大家一定会当接受你的。有一个庙，手尾敢会伫遐？叫人来救！我没代志，人放你遮。秋米，你敢有伫遮？秋瑶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伊是我，伊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秋瑶，真久无看啊！秋米咧，你家己安怎啊？伊命不该绝，叫我选去啊！也毋过，你即摆伫我手头，无听到
会当甲骗倒转来。你上好莫反抗，小等秋美来才是转来，我会看证言，才放你走。金大姐，我拜托你，把阮姐姐走。我就知你会转来，一定会带两条芝麻钱走倒转来，对无？秋美，你莫讲话，你走啊！金大姐，你来骗我！我老来，你把阮姐走，我老来。莫讲话，你走啊！你紧走啊！姐，喂，伊要对付的人是我，你紧走，你紧走。我老了来啦！无你两即摆安怎？你被我感动。好，既然你两拢唔敢走，无就当时留踮遮啦。秋娇，看你留来无定，就是要你一摆去看到，我是安怎处理你这个无天良的小妹。秋美，工作会假，手啊，你摕过来。金小姐，我拜托你把阮姐姐走，好不好？记起，我讲安怎就安怎，紧摕啊！那只心地，我都对手脚。好，我去，你别伤害阮姐姐，我去。苏兰，你把阮姐姐走好不好？把手脚绑起来。金小姐，你叫我做啥物，我拢愿意。我拜托你把阮姐姐走。我叫你绑就绑，别弄错。你别绑我，你若绑，我真是对手脚。秋美，你唔通讲话，你紧走，啊不然咱两个无人会走会去啊！紧绑！秋美，好，我绑，你别伤害阮姐，我绑。你走啊！我绑，姐，是嘞。绑好未？你过。看在你遐尔配合，等你死了后，我会替你向土地公伯求情，让你就西天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咱即摆依照指示，刚拢17半3要工作，地点还未确定。咱大家较细腻，为着防止走头无咧钢筋蛇会压日节，通话结束，报道。希望秋玉甲秋美会当平安无代志。秋美，秋美，金爪。秋美，杨健，杨健，你两手脚，我叫你起来，手脚，手脚我听无。向前走，行。秋瑶，秋美，秋哥，警察先生，咱无看到秋哥。照这看哦，钢筋蛇有俩，但手脚甲啉手尾来才过。你的意思是，即摆秋玉甲秋美，互金蛇掠去啊是？这我是无当做任何判断啦。也毋过咱即摆把握时间找到钢筋蛇才用的。咱即摆分头出，是，行行。有老人，你到来看看。蔡文，阿姨，呀，来这边看过来。呀。哎，阿姨，等住你，清醒啊，等住你，阿姨，等住你，阿姨，你完做嘛，阿姨，阿姨。秋美，金爪，那边。啊，呢邊，呢邊。
哎，你别赶快开！阿姨，哎，小妹，这个所在是咱两个人的重心之地。金大姐，这10几年来，你经过两届的生死劫，敢讲你搁无路看为这冤冤枉冤，你敢一定要伤害别人，伤害家己的性命来结束是？小玉，你太单纯了，你不了解我和秋美这种人。生死劫，不但我让我看为人世间的险恶，连都让我更加相信，世间人是遐尔奸诈。唔对，这个世界无你想的这么可怕黑暗。你莫让我知啊！不管这个世界是水是歹，是善是恶，两面都要和我无关系啊！金大姐，你莫伤害阮这世，你要退落台湾就好。这样，秋美，无你代志啊，你先走。金大姐，我拜托你，你唔通伤害秋美，我拜托你放过伊好无？所谓冤冤枉冤，拢是秋美家己做得来。若是你就免阁烦恼，有人会阁害你，这就是我予你的报偿。卡叔公，你真是感觉你对我有亏欠？你想要报偿我？我求你，你放过伊。秋菊啊，你今日害甲安尼，你还要一直咧维护伊，阁处处咧替伊想，关心伊心。因为伊是我的小妹，我对伊只有爱，爱到我袂记起过去伊所做的一切唔对，我一届搁一届包容伊。爱到我都包容伊切心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有可能。卡叔公，你会当对待秋美，亲像你对待彩云阿姨安尼，你一定做会到。彩云，我妈妈做过真多伤害伊的代志，我伊唔答应，来世要甲我做红某，伊是心肝内，我真怨恨我弟弟。无，彩云阿姨一点都无怨叹你，等到伊个真关心你。我讲的是真实的。你听到讲，你带秋美来熟这个山区，伊就随到我赶来这要找你。惊你做唔对代志，惊你发生意外，佮惊你一错再错。也毋过，这个山区伤大，我唔才分开来找你。想袂到，彩云小姐唔较早，这样关心我。安尼，我即马就算死，我嘛无任何遗憾啊。金大姐，你等一下，你通讲要保障我，哪是有可能？你给我姊妹啊，给伊临终之前讲几句话好无？我知影你烦恼伊会中意，阮两个查某哪会操伊阿你啊？好啊，你莫讲，这10多年来，我用骗你一摆，我绝对袂阁相信你啊！秋美，黄泉这条路，你家己保重，我行。行！金大姐，我拜托你，你怕伤害你，金大姐。你快跳来！跳来！进！你要不要你下！秋菊，你下！你下吧！你放这把棍！放这把棍！把棍留下来，我不走！
你能怪我？你快怪我！秋碧，秋阳，秋哥，秋阳，秋阳，秋碧，秋阳，秋阳，来，秋碧，秋哥，秋碧，秋阳，秋阳，秋碧，要叫我家，咱就抓到找尸体。好。一流，明白啦，真啊。一流，秋碧这摆状况安怎？其实啊，秋碧以前都有内伤啊，伊内伤一直拢无医好，加上这边的内伤，所以医生讲啊，情形可能真无乐观。咱来讲哦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啦。秋碧过去歹代志做伤济，这摆拢现世无了，可能这都是伊的报应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体生的美丽。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体生的美。